用肚子不会怀孕哦，所以不是性骚扰。那后来在下面的时候，我又抗议一次，那他继续说，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刚刚那样的行为会怀孕，所以不是性骚扰哦。当时我跟吴秉叡委员是前2个人冲进去的。那我后来就没有看到吴秉叡委员了，我是第一个到主席台的，所以我在主席台正中间。可是后来很多国民党立委，我2旁都是国民党的男立委，包含那个新店的那个委员，还有那个陈以信他们哦。后来我就感觉就是后面有人在顶撞我，然后我回头看就发现是陈雪生委员哦，然后他大概至少有顶我3次，是用他的肚子哦。那我们当时都是这个姿势嘛，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立刻抗议，我说陈雪生委员这是性骚扰了哦。那他就是说，他后来就回应，就是我想当场非常多委员都有听到，包含那个应该旁边的委员，包含那个林楚英委员，他们都有听到啊。那他居然回我说，而且不止一次哦，他后来下台之后还有继续回，他说那个用肚子不会怀孕哦，所以不是性骚扰。那后来在下面的时候，我又抗议一次，那他继续说，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刚刚那样的行为会怀孕，所以不是性骚扰哦。我想当场刘建国委员，然后包含管妈他们其实都有听到。那我记得刘建国委员也有对他表达，就是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哦。所以我想我回去之后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会在脸书上抗议的是，因为当场包含我有跟国民党的委员，包含就是蒋万安委员，当他这样说，用肚子不会怀孕就不是性骚扰的时候，陈雪生委员从头到尾都是嬉皮笑脸。所以我刚刚会讲，他说那个不会怀孕，或者是说我能够证明刚刚的行为有怀孕这件事情，他说的绝对不止一次。哦，那我回去为什么要抗议？说我觉得我当场已经抗议了，那如果事情就这样子的话，那陈雪生委员没有得到教训，国民党委员也会不知反省。大家知道，国民党委员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性别歧视或者是这种就是说类似的行为了。从过去的韩国瑜哦，到吴敦义哦，就是到这个陈雪生委员哦，那我想就是我们应该要给国民党一个教训，所以我今天就是会在脸书上抗议这个部分。我希望所有有性别平等意识的人不要再支持这样的政党。如果他完全不反省、完全不改善的话，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文化的问题。那我先说，如果他第一个时间点我跟他抗议说你这样已经有性骚扰的问题了，他跟我道歉的话，那也许我就觉得就算是他无意的。可是他不但没有道歉，他后来还用这种轻蔑的语言说，这个行为除非我能够证明有怀孕，否则就不是性骚扰。那我觉得后面这个恶劣的态度是我更生气的。